我係二 C 班張以婷6號。我今日要介紹嘅書名就係《中華傳統節日圖解小百科2》。呢本書好詳細咁介紹咗中國節日嘅由來，同埋中國各地點樣慶祝，包括七夕節、盂蘭節、中秋節、重陽節同埋冬至。而我最中意嘅節日就係中秋節。原來中秋節咧係有3個傳說故事㗎，一個係關於嫦娥同埋后羿嘅故事，第二個咧係關於吳關嘅，第三個係關於玉兔嘅。故事非常有趣。我最中意中秋節咧，就係咧可以玩燈籠、食月餅，同去大坑睇舞火龍。大家知唔知道舞火龍已經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，非常值得一看。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中意嘅節目嘅由來，大家記得要借呢本書啊！